Hello， 大家好，我係黃德來添 Sir。啱政府咧就公布咗2025年度現金分享制度嘅時間表同埋一啲嘅細則啊。咁喺入面咧就加插咗一個新嘅條件，就係在澳條件要喺2024年至少要有183日嘅身處澳門，同埋有一啲嘅可以豁免唔計183日嘅人士。有啲朋友問我添 Sir， 如果我唔夠183日喺一啲嘅出外大灣區啊，或者出外就業啊、讀書啊、求診啊，咁點計呢？咁唔緊要，入面咧係有8點咧，就係有講到咧係可以有提供證明咧，可以視為係有條件可以享受2025年度嘅現金分享。如果身邊有澳門朋友或者有其他嘅朋友係遇到呢啲問題嘅一啲疑問嘅，需要尋求幫手嘅，咁可以聯絡翻我黃德來添 Sir。聯絡黃德來添 Sir 咧，可以加我微信啦，同埋咧可以咧同我電話咧去聯絡，去幫到手嘅。到時咧有咩唔明咧，隨時揾我黃德來添 Sir。